风台陆上海上警报已经解除，目前是外岛风雨较大，所以讲小三通到明仔中昼进前全邦隆重取消。联合国讲，地球进入小滚水时代，世界气象组织嘛证实，今年7月是人类有史以来上介热的一个月。怀疑是气温悬，造成巴西几路经密切仓库爆炸。另外，4大火烧山烧着火药库，是甲附近的人家厝爆甲吹火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节目头起先关心风台的状况，这陆上甲海上的警报是拢已经解除啊，目前是外岛地区的风雨较大。因为这风台也搁咧往北边行，所以讲金门的小三通到明仔中昼进前全邦隆重取消。另外，今年第6粒风台卡努是已经形成啊。气象局是预估8月初1后礼拜二会上划近台湾，应该是袂登陆，不过有缘可能会落雨。江边的大涌一波一波爬起来，行来画面伫金门了如港，受到风台影响，岛内各地不断有灾情。风真透，甲厝的铁片拢吹起来，场面真惊险。水头尾头浦东的连接桥也继续登去落入海内底。更澎湖强风吹甲掀开，连金门总兵署100年的青仔树也倒去，工地围篱也被吹倒去，大型看板落到路中央。当地吹到12级以上的强阵风，有骑车的人模糊出门，车拢看袂知，大头外口的物件吹到东倒西歪。坏掉是到还是一个是东西，就是整个还要大整理啊。此时风雨真强，当地民众也发现有架密风台密甲拄伫涂骹，是不是传出变电箱爆炸？消防甲台电人员来到现场来断电抢修，互金门停电户数搁扩大，一度影响将近8000户。各地灾情通报已经有141件，而交通也大受影响。金门大桥有加2八下晡6点恢复通行，小三通金门下门的航线29中昼进行停航。国内线的班机高雄来回金门2八时全部拢取消。另外，对本岛内游客拢无得出门，只好暂时留伫当地。两个就像那蹦蹦跳，那个只好明天才回去。海水一直灌入来，伫风台侵袭下，离岛的偏湖也是真侪灾害。小门停车场拢淹水，市区上款也是大淹水。餐厅的看板也搁有青红灯、电火条啊，拢倒伫路面。今日巷仔内底规面的石砖仔壁也拢倒落。另外，真侪渔船毋是受损，就是船沉落去。只做少3、400万的，加算10几只愈看，现在嘛就要1、2千万。偏湖有超过10级的强风，相关的灾情通报到早起有将近100件。偏湖县长也指示赶紧完成复原的工作。而杜苏芮风台中创离岛，就已经着占来北移。气象局也伫2八下晡解除陆上加海上的风台警报。今天的话，已经脱离台风的影响。不过，我们还是要特别提醒哦，在台风虽然是逐渐的减弱，但是外围环流的影响还在。因此，在今天，其实在南部、东半部还是断断续续有些短延时的强降雨出现。我们预计在今天晚上这样子的雨势还是断断续续下。杜苏芮风台拄离开第6号风台卡努线来形成，离台湾要2000多公里。气象局预估上划近台湾，大约伫8月初1了后，这种分析袂直接来登陆。记者综合报道。多数瑞靠强风变大雨，高雄是有7万户停电，800件树啊倒去意外。南海公路梅兰明磅坑边啊，嘛有变道去互溪水引起。另外，顶一日沉去的天赛轮货柜是去互风影加起桥卡，高雄的港务分公司赶紧派人去调走。要若是这沉船流出来的油，都要等风影变小才有法度处理。二八过道高雄的雨势是变较大，高雄原乡的雨势，尤其是伫前一天就真明显。24点钟已经累积到419毫米。南海公路梅兰明隧道边的河床变道冲甲断去。这个变道是我们施工时的一个临时变道。那在台风前，我们就把工区做个恢复，那民众来行走我们台20的梅兰明隧道的主线。甲先港务单讲，这冲甲断去的变道是施工临时的变道，未影响到山区部落对外的交通。但风台嘛是互高雄临恒区5福里沿海路一段积水。每次遇到下大雨都会积水，积水造成人就是机车
汽车骑士跟汽车相争道很危险。这水体啊，路边的树仔倒的状况，阁要继续整理，因为高雄至少有800件树仔倒去的事件。进前沉去的天赛轮，敢若嘛因为风影一直扫，出现2平方公里的油污对南边一直去。原本铺伫林恒海迄个货柜，嘛互风影扫去民众在行桥骹。而且呢，伴随着这个间歇性的大雨，所以天候非常的不好。所以呢，虽然我们的这个海事工作船只呢，船队跟人员都备变，但是目前暂时无法出海。天赛轮沉去空柜路海嘛有漏油的危机，高雄地检署正式专案已经分案调查，无排除照公共危险，还有污染风地法等罪来侦办。准定19个人已经被限制出境，所罗内嘛继续约谈相关人员。记者综合报道。因那屏东迄边，因为风影油源真强，所以讲往回东港小琉球甲新兴小琉球的2条航线，明仔载油源停驶。另外，台东的雾台乡大武村是从昨暝到打到停水停电，即阵连路都去互土石冲断去。大海涌现伫马祖甲顶悬喷甲正悬的水花，东港河边镇海公园内大树互强风吹甲东倒西歪，清洁队举报中昼到现场，并来甲挡路的树仔刷开。风鱼桥卡迄阵为着闪风影，停甲客。屏东东港285号雨甲风影渐渐增强，已经停航3天的东流甲洋流线，码头走尾灯显示29继续停航，游客只好改行程。因为那种风雨停驶啊，所以我们现在改计划去那个垦丁。小琉球岛因为树仔地倒高压电线这个问题，捌有3000多户停电。经过抢修了后，到中昼也有282户停电。白沙尾角的白鸭港4家拢遭树蛙甲粪扫。恒春的山海渔港嘛有同款的情形，赶紧出动小船鸟来清理。渔港内无半只船，风港渔民提早因应，风台前就甲船刷去较安全的海口甲邦寮渔港。因为风台了后，大水叉出现，至少影响渔船进出1礼拜时间。可能会有1个礼拜的时间影响到渔民的出海，下午漂流木会更多。邦寮演习业者设置部分的抽水设备甲水管，因为风台受损，影响上百户业者。有演习户发现抽无水，赶紧找人来修理。这拍开在公路上的大派啊，安尼啊，你若做海水供应站，哦，你若有做就是海水供应站在供应啊，就无事再讲太大。风台甲无伊宽流，互山区的雾台乡大雨落无停。地区大武村第27另外道路石头放落来，全村停电了后，2又搁停水。另外道路的雾台2号桥透早冲毁，互土石砍去。台电早起要来修理电力的时阵，卡伫桥顶。抢通站有困难，水很大，他怎么抢通沙石会一直不断的下来，所以只能做暂时的。好佳在部落内底120个居民目前拢平安，毋望便桥一旦赶紧修理好，通好通行。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三更新闻，因为诈骗电话愈来愈多，咱台湾公司开发的手机 App Whoscall 会当显示卡来电话敢是可疑的号码，即阵是已经请到对日本去啊。今年掠来用的人是比去年增加2成。韩国朝鲜日报报道，朝鲜半岛停战70周年。美国总统拜登伫咧南韩办的纪念活动强调讲，要让美韩同盟变做世界和平稳定的关键。英国《Times》报道，因为社会国家马里甲美国的电子批尾号敢若差1字，即阵有英国的官员是出锤，甲要寄互美国的机密文件寄对马里去。更较害是，这马里甲罗西亚的关系真歹，机密可能会泄露。所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前总统 Trump 因为伊私人的总园有藏白宫的机密文件，是当咧接受调查。即阵总统的业务经理嘛去互列入调查的对象。上尾是华盛顿邮报，年轻的总统贝佐姆捌伫咧国际会议强调讲，伊要带国家行向民主、压制恐怖主义，这是受到国际肯定。不过即阵伊人算是当着军人政变。北韩庆祝停战70周年，将举办阅兵典礼，展现新的武器，这是真值得关注的。而且其中，罗西亚甲中国阁有大官去参加，这真有可能是为着要展现三国之间的关系，对抗西方国家的联名。另外，罗西亚即阵嘛当咧甲非洲国家举办高峰会，因的总统普京就宣布讲，要送免费粮食去互非洲国家用。
要谈乌克兰的美食送袂出去的时阵，又我甲非洲国家的关系。包含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罗西亚的国防部长邵伊古、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3个人做伙出现伫北韩战胜节的阅兵，做伙看新型的无人机、火星18型洲际大导飞弹这的武器。金正恩和邵伊古不时就伫讲话，敢若是想要等双方的关系正密。邀请中路代表团来参加韩战停战的相关活动，这嘛是疫情以来第一摆有外国的代表团访问北韩。金正恩伫阅兵进前，先带邵伊古参观兵器展，双方的国防部长嘛进行会谈。Корейская Народ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 важный партнер России, с которым нас связывает общая граница и богатая истор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北韩官方媒体报道讲，北韩伫俄罗战争的立场是全力支持俄军。另外嘛，讲到李鸿忠是有早习近平的批要予金正恩。国外的专家分析，北韩想要加深北京和莫斯科的关系，嘛照这来甲美国讲，北韩已经做好军事准备，要应对威胁。伫北韩、罗西亚、中国三方要加强关系的时阵，罗西亚嘛试要甲非洲国家扭来一边。总统普京摆是伫圣彼得堡的路非关系峰会讲，会提供布基纳法索、辛巴威等6个非洲国家免费的粮食援助。Наша страна в состоянии заместить украинское зерно как на коммерческой, так и в виде безвозмездной помощи наиболее нуждающимся странам Африки. 乌克兰过去是真侪非洲国家主要的粮食供应国，但是伫咧罗西亚退出乌海购物协议，而且对重要的粮食出口降封炸了，互非洲国家是真烦恼，会出现粮食的危机。普京这时阵送这个大礼，想要扭关系，用意是真明显。公司新闻7万0编译。南美洲的厄瓜多治安真歹，这乌刀卡毒品的问题是真严重。最近刚果的暴动，佫造成10个人死亡。所以讲，即阵因的总统拉索是亲身交1800多万粒的枪支，互警方要展现灭掉乌道的决心。现场放1400万发的弹药，加上进前交付的400万发弹药。厄瓜多总统拉索27亲身点交予警方1800万发弹药，借此来宣示政府扫乌的决心。Hoy les hago la entrega formal de los 18 millones de municiones que hemos adquirido precisamente para su trabajo contra el crimen organizado y para su entrenamiento profesional. Les recuerdo que gozan de la confianza y el respeto de todo un país. 电北警察专项武装瓦管家家厄瓜多城市瓜亚基尔一座家家顶礼拜发生做帮派相拍严重暴动，15名的警察甲2名行政人员被劫持，家家内底关押5600多名犯人，政府动员2700名军警来镇压，总计有31名犯人来死亡。而厄瓜多做家家也串联暴动，必须政府宣布所有家家进入紧急状态。另外38岁英奇亚哥今年2月连任曼塔市长，却是223视察公共工程时，互人开真侪枪，伤势相当而死亡，也凸显厄瓜多的治安是真歹。必须政府一摆爆发1800多万发的弹药，真侪警方扫乌的后盾。公司新闻新陆配编译。气候暖化是一个变热的过程，亲像咧咸水共款。即阵联合国讲，这水是已经咸到要滚啊！地球进入烧滚水时代。世界气象组织嘛证实，今年的7月是人类有史以来上热的一个月，无论是气温也是海洋的温度，拢总破纪录。这都造成真侪所在火烧山的灾情真严重。亲像这张相片，阿尔及利亚，伊的规个山谷都去互火烧甲无半项。也若是咱台湾，这温度升悬的状况是搁较嗨，速度比全世界搁较紧。人是每10年增加0.08度，咱台湾是增加超过0.1度。大日头下，民众用各种办法降温，高区是野火一直炭烧。北半球的天气一直真热，有专家指出，今年7月真有可能真做有记录以来上热月份。之前7月上悬温记录是在2019年，而今年7月全球平均的地面温度比当年同期悬出至少摄氏0.2度，更加比工业化进程悬1.5度。联合国就警告，全球已经进入烧滚滚的时代，真需要扩大再生能源的投资。We need a course correction in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so that it supports accelerated climate action. That includes putting a price on carbon
and pushing the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banks to overhaul their business models and approaches to risk. So usually a temperature record occurs during El Nino years, and that's what we are just seeing. But the fundamental reason is our human-induced emissions of greenhouse gases. We keep burning fossil fuels. We keep putting carbon into the atmosphere, which warms the planet. 离了乱北半球气候的适应现象才拄开始，有几秋冬才达到高峰。美国境内就将近半数人口身处在高温的警戒区，真侪所在最高气温超过37度。总统拜登因此宣布多项抗疫的政策，包含投20亿美金来征收，同时要求头家加强保护高温环境的地区的劳工。The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is providing billions to communities to make buildings more efficient, make them more heat resistant, open cooling centers for residential areas and in the cities that the communities can go to be safe. 美国航空社是甲非营利组织合作，甲国内40艘标准气柜改造成做冷气房，由当地已经连续28天超过40度，冷气气柜互流浪伫街路的人能小休凉一下。公视新闻牛间编译。巴西帕罗蒂纳这个所在是有几落间美式仓库烧煞爆炸，至少是有8个人死亡，1个人失踪。怀疑讲是甲天气热、温度高有关系。另外，市内火烧山是已经超过1礼拜啊，还阁无法度控制。即阵阁烧着火药库，甲附近的人家厝拢崩甲脆糊糊。发生爆炸的谷仓厝顶破一个大坑，巴西南部巴拉纳州的城市帕洛蒂纳的一个谷仓立即向发生爆炸，因为这个谷仓是当地农业合作社的，用地内底毋但一个谷仓，嘛引发其他的谷仓连环爆炸。地方政府嘛紧急动员差不多50名消防员去拍火。Temos estouro. Fomos ver o estouro. De repente, o segundo estouro e já a chama de fogo e poeira e terra e pedaços destruindo tudo. Aí o povo começou a correr, né? Correr de medo e desesperado. Aí já tinha gente gritando, pedindo socorro, entendeu? 谷仓爆炸了后，周围徛嘅窗仔嘛因此破去，造成真侪人死伤，阁有人下落不明。事发地点就距离当地首府西边600公里的所在，平常时都船、大刀、小马甲帆马。专家指出，要发生谷物稳定爆炸，还有4个条件：是燃料、氧气、密闭性甲火源。这个爆炸详细原因该调查。结合市区希腊中部、马格尼西亚州的佛罗斯地区，受到高温引起山火影响，沿海城镇奈亚安西亚卢克斯的空军弹药库发生严重的爆炸，威力大到甲居民的厝崩歹去，对来紧急出动数百名消防人员拍火，嘛紧急疏散附近12个庄仔头的居民。Το είδαμε ότι υπάρχει φωτιά στα πυρομαχικά της αεροπορίας και ακόμα και τώρα υπάρχει φωτιά και από τις εκρήξεις το αστικό κύμα έκανε τεράστιες καταστροφές. 虽然过去2礼拜因为高温甲强风的影响，国内各地一直爆发野火，到日为止累计死亡的人数包括2名消防人员，已经有5个人。伫东南欧国家克罗埃西亚嘛发生森林大火，炭烧的面积超过400公顷，900名消防人员投入救灾。大火一度用要烧掉当地旅游胜地，暂时大火已经受到控制。公视新闻台是同朋友。天气热到安尼，毋但人挡袂掉，动物嘛真艰苦。所以讲，希腊最近是提出新命令，要求这马车业者若超过39度，就袂当互马仔做事。这项规定虽然是考虑到动物的性命安全，不过马车业者是抗议讲，安尼影响到因趁食。中昼11点，温度已经到摄氏34度，马拢秘伫热远的所在啉水。希腊的爱伊纳岛较早拢以马车旅游来做观光的特色，不过因为气候暖化影响，热天高温天数愈来愈热，这个马也是驴仔劳动甲健康状况嘛开始互人关心。当局最近公告，马夫袂使互马伫超过摄氏35度的情况下工作，嘛超过39度就完全禁止工作。不过马夫对这个做法真无认同。Everyone's out and about from noon to 5 p.m. Are we forbidding this to everyone else? How will I feed my horses and children if I don't work now? Who's going to pay me compensation? 不过，希腊的动保人士认为，无少一切代价嘛爱保障这些动物有良好的工作条件，广告也无够，上好是进一步立法。The official notices are not laws, so some people implement them, others don't. Unfortunately, in Greece, animal abuse is constant. In our opinion, the best thing would be for the animals to not work at all on days when there's a heat wave. That would be ideal.
动物福利甲观光业的对立，去年多摆发生伫美国纽约。有一只专门救观光客马车的马，好亲像过路，伫证人的面头前倒伫车路，引起各界关心。当时都有议员提案改用电动马车来代替传统马车，啊，不过过一年，这个法令也是无通过。这个月中，有一群争取动物福利的民众，伫纽约市政厅外口集合，呼吁政府赶紧通过立法。公司新闻张如平编译。来看另外一战冲突，托尼基的穆拉省的环保人士是抗议能源公司混垮工厂树拿，所以讲要办示威活动，到即阵已经第5天啊。警方是喷水弹、催泪ga스要赶人，双方996相拍，有14个人去互警方带走。安全部队为了阻止示威民众进入阿克贝伦森林，出动强烈水枪车，并对示威者喷催泪ga스。到日期为止，连续4天伫森林抗议现场，已经有14个人被警方拘捕。托尼基林业部2020年批准 YT 能源公司伫阿克贝伦地区780英亩的森林扩建炭坑啊，引起当地村民甲环保人士的不满，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禁令，并且为2021年开始伫森林周眉。不过，法院伫2022年取消10万执行的命令。涉案的一间公司主管都认为，彻查平地这个司法障碍已经扫除。环保人士讲，彻查行动若是继续落去，安尼阿克贝伦森林到31就会完全毁掉。For the last 40 years, the coal mine in Muğla province of Turkey has developed more than 10 villages in the region. And İkizköy would be the last one to swallow, to be destroyed for the coal mine, according to their plans, according to the plans of the energy company. But the villagers has severely altered this plan. 这项森林的抗议行动已经引起全国性的关心。上大的反对党共和人民党的领袖基里达·欧鲁计划28去阿克贝伦，用实际的行动填示威民众的诉求。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上尾啊，带大家来看一项较轻松的消息。巴士除了做交通工具，即阵嘛有真侪新功能。亲像德国一寡较偏远的小镇，就要靠1礼拜驶去因遐一拽马术超市买日常用品甲食食。另外，巴西大城市圣保罗嘛有一只艺术巴士，逐礼拜顶头拢会安排无共款的艺术表演，互民众坐车的时阵，就会当看到精彩演出。一台真大型的巴士开入摆小城镇的街仔路，停伫广场边啊。看到这台巴士，住伫附近的居民就知影会当来遮买物件。这是伫德国西部一个敢若有600几个人大的小城镇罗内。今年年初，伫遮唯一的一间小型超市煞关店啊。好佳在有这台超市巴士出现，互罗内的居民唔免为着要买物件，搁爱特别开车去其他的城市。Und ich bin froh, dass es das gibt und ich schnell hier was einkaufen kann. Mit dem Autofahren, das geht nicht mehr immer so gut. Mit 85 Jahren ist das so. 这台超市巴士顶头有青菜、水果、烟肠、罐头、各种糖仔饼仔，甲一寡简单的生活用品，是德国第3大超市连锁商雷福超市甲德国运输公司合作的计划。为今年3月开始，伫德国23个较偏远的城镇提供这种服务。超市巴士1礼拜来1摆，每届会停点半钟，互想要买东买西的居民，趁这个时间赶紧买好交船。甲镜头转到巴西，巴西的巴士嘛有真无共款的服务。伫巴西大城市圣保罗的车站，一台巴士唔但有装7彩的霓虹灯，搁为车内传出真闹热的音乐声。原来这是一台专门提供艺术表演的艺术巴士，每礼拜日拢会邀请一位音乐家、歌手，也是剧场的演员，伫巴士顶头表演，希望将巴士变作一个行动的文化中心，互一寡无时间也是无钱通去音乐厅、去剧院看表演的民众，坐起你这台巴士，就会当免费欣赏到真赞的艺术表演。E o ônibus é pouco essa ponte, esse lugar de conseguir promover o encontro, né? Promover essa arte sem fronteiras. Então entra aqui e todo mundo se diverte. Eu acho lindo, maravilhoso. 民众会当事先透过网络定位，也是看到巴士若有空位，就直接上车，体验这一抓1点钟，哪坐巴士哪看表演的艺术旅程。记者甘美恁编译。
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